这个风台路线是真歹按算。农业部长陈俊贵昨晡专工去宜兰视察农业防灾甲整备的情形。伊讲，这个风台若是为台湾海峡架入来，对农作物的影响是真大。希望透过农电水利智慧防灾系统，随时监控各地水闸门的情形，来降低灾害。 宜兰外澳的海沙堡风影开始变大，乌石港码头是停晚时阵，渔民无用白锁啊固定好，为防范风台做好准备。即马有做啥物准备？即马就白锁啊、防台准备啊。因为3+2风台路线多变化，农业部长陈俊贵3早特别到宜兰看农业防灾情形。伊表示，风台若是为台湾海峡上北，会对农作物影响真大。 希望透过农电水利智慧防灾系统，会当即时监控各地水门水情资讯，有效降低灾害风险。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智慧型的水闸门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同仁能够随时监控这个水闸门，那另一方面也要了解说这个水闸门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这样启动。风台会带来明显的大雨，叶菜类这的菜色较有水伤。 婚姻关已经为少农民甲时间遭受热，开始抢收作物。顶月都拍到拢无半项去啦。所以即摆趁讲，有当收，如果较紧收的。产收偌济算偌济啊，无风台来就海去啊。为着应应风台天民众采买需求，各大卖场甲超商拢特别增加近千的菜色甲泡面备货量。我就想说，台风来了，快点。 就是小到家里面，明天后天就用一用这样。粤菜来说，我们整货的备齐量大概就是4到5成左右。那在肉类的部分的话，跟蛋类我们也至少2成以上的货量。农业部长陈俊贵讲，3+2风台所带来的强风大雨，袂使无注意，已经要求农业部门爱谨慎应对。对于风险热区重要的作物，爱提供防灾资讯，予农民参考，协助农渔民做好防范整备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